人啊，不来个问看嘛。人叫一个。你好，你好，请问你是阮的？啥事是不紧？够恐怖的！可是你，你可是阮的关主啊！你这做啥？什么意思啊？这是啊你，今仔的装扮佫无相像。对，啊，就穿较凊彩，啊，今日啊，伫遮要来你今日介绍这个。哦，爱规较正式安尼，哇！对对对安尼咱今仔的任务是啥？任务哦，嘿恁先莫着急，咱先来带恁来联捌这个做定教会。哦我来联捌一个。一步一步来啦。好啦行。搁一摆看到不紧吼，足亲切的。像我都无叫伊关主啊，我就一直和伊叫伊的名，因为就感觉啊，这个人已经介熟啊，嘛真好讲，啊，所以就和伊的名一直叫安尼。这是咱教会。老师你好你好平安。不紧，是讲是安那咱要算闯关进前啊，爱先熟悉这个教会。哦，这个教会伫遮是真重要，哦所以伫咱闯关进前，咱一定要先知影讲这个教会故事和历史安尼。 1865年，马雅国医生伊来到台湾的时候，伊发现台南遮人口上济，所以伊感觉对遮开始传福音说教会应该是上有机会，因为迄当时的人对西医甲西洋的人甲青分，所以因有排斥甲误解，所以马雅国医生伊搁转去到高雄，搁来一届。 伊第二届来的时阵，伊个用无共的方式来甲遮的人熟悉。伫迄个过程中，伊嘛因为用医术来医治遮的人的身躯，嘛用福音来医治遮的人的心灵。嘛因为安尼，有捌着一寡人就是住伫井内底，遮的北部族是咱也会族。1868年，伊就开始去到伊目沙，就是即摆目沙教会遐。咱有经过过。白色迄栋尖尖的，真水吼。系啊，信徒就愈来愈侪安尼。阮第一代信徒就1871年伫遮开始设立教会，所以恁看到的即个是已经第5代的教会。马雅国医生伊若转来到遮的时，恁来甲讲，你设立的做定教会已经155年啊。是啊，人伊会感觉足戆影哦。无啥啥。嘿，伊讲啥物做定？哦，原来这个所在较早旧的地名叫跋尾啦。哦，宝贝，因为改过名，所以马个医生。伊可能就唔捌啦。哦，总是做定当时开始的。阮有迄个记录哦，伫1921年开始改名。这名，嘿，做定教会，迄个时是日本的统治的时代。确定知影这个故事啊吼。你啥秘密？讲安尼足恐怖。好，拢知影啊，咱啊牧师说多少会使开始啊。随便找，无输要跟做伙哦。谢谢牧师。是。等我想，对，等我想。要升关卡之前，搁爱知影历史。哦。遮济单，甲第一届来拢无共。这是今日拄好咱遮的市集遐摆档，咱时常拢共一寡其他无共款主题的事情做结合。哦，今日拄好拢拄着。今仔日是啥物主题？今仔是咱遮的阿公阿嬷的旧物市集。哦，古物市集。阿公就这，你手哪会咧摕在绑啊？就可以的哦。讲是要开始啊，我听足侪故事哦。你是不是要叫我买物件呢？买四大？对啊，四张小朋友四大船，无咱哪有可能啦？哦，你知哪细吼，咱就是咧找四巴图，哦，找着甲搭起咧，找着下一款的线索，线安尼。啊是要往倒一个方面找？拢伫遮啊！哦，你着一沓一沓了变啊，我给你这线索小看吧。用问的，拢用问的。来踅街，来踅街。阿姨，你遮敢有啥物较特别的图样？阮咧找4张图样。这啦，这。四角的。拢空白的，无人看有。咁知影？啊，不要紧。因为害头。太敢还。啊，去另外一段。哎，阮小等下较过来。啊。我你在咧找吼，互你一个线索。讲。诶，内底。可能有伫内底哦。哦。头家就是内底。内底头家。头家你好。头家你好。你好。啊，这是这间的头家，嘛是咱返乡的大前辈。返乡蹲点10年。叫我赖达就好。赖达，点会？你好，我是阿文。阿文你好。我是阿成。阿成你好。你好。你讲头家，啊，阮去摆遮有一个任务，讲要找这啊，你敢知影？有4张图要互阮找。任务哦。系啊。差不多有知影有这个物件。差不多知影。
什么意思？是讲吼，对啊，你家己去吹，啊，你拢讲到无讲，你安尼我咧找无小心甲你的店给我安排所在，变甲乱七八糟。哦，甲是这张，这张图出现伫遮足奇怪，足可疑。我袂倒啦，头一张就倒去。来，哦，明白好哈。哎，拆掉，拆掉。哎，咱继续来。感谢哈，赖大。来台湾先来去。咱大开设计啊。这个赖大这个头家，是，伊就为大学毕业时阵，伊就倒来伫遮，伫公馆遐咧做一寡社区相关的工作。哦，是蹲点就超过10班，就是因为有伊，教练。对。啊。我等下才5当年啊，我看到伊安尼。你较少年。啊对。你较高，你较高讲话。老婆啊！哎，一百多集了啊！关注，感谢关注。我要讲巴结。对，这就是咱伫遮足侪伙伴吼，足侪朋友伫遮决定要互这个做定遮，我爱安尼继续拍远落，咱就决定转来伫遮做代志。哦，较发展啦，大家拢做伙做吼，支持遮的代志。哪做安哪喊拳喊判，安尼就变一个足强的力量啊！哦，哎呀，力量。了解吼。好，继续来。搁看。去看。过来就是第2幅图啊。好好好。来看面对咧哈。图。一寡大学生啦。好，少年呢？叫我问少年呢？你好，妹妹。请问恁敢有叫人啥物？妹妹啊。啊，无我要叫人姐姐，要甲人食豆腐哦。歹势，莫抄起个怪怪的人。请问恁敢有看过这张图？其他的所在敢有看到？较小像的迄个图样。啊，无。哦，拍算啊。拍算。对面搁一张。啊，有。哎，你坐伊遐怪怪哦，就是咧等等等等哦。我看伊遐较有图无。你好，请问恁敢有看到这图样甲伊相共的？无见你讲来讲，我袂错。我袂错咯。我袂保骗。等下你讲遮，所以可能伫附近哦。歹势，好，阮咧找物件哈，毋是你甲恁偷看哦吼。我看到啊，你遮啊，你遮。哎，你嘛做过来的咧。哎呀，无你来。我拄仔在讲你负责。你较少年啊？好是。我感觉我家是用害咧。哎呦。先讲啊，先讲啊。第2张甲打落。第2张打起你。安尼有对角啊，散啦。我甲阿贤加入去即个做阵的老家仔内底啊，就感觉哦，咱内底才闹热着，足侪学生啊伫遐办活动，拄好我嘛在看到因咧摆摊啊，所以就甲足侪居民拍招呼的，感觉足趣味的。有历史的街仔路顶看到遮即个少年的面腔，感觉真特别，真赞，规个历史较像中心来活起来迄种的感觉，嘿，注入足侪活力。啊，你有剩一哎呀，我见剩最后1张尔咧。剩最后1张哦，后一张伫这店内底。这间内底啊？迄间店内底。哎，先来甲迄个头家拍一下招呼的。叫 SOP 哦哈。开门，请进，向右看。开门，入去了，还阁先为正手边看。好，无问题，OK 来啊，开门。咱第一步开门。请入去。请入去。看正边。哦，才有迄个你来店里的规矩。好，规矩了解，即摆来找头家。应该是这个啦，问一下，做咖啡的。你好，请问你敢是遮的头家？你是头家？啊，头家是啥？头家是倒一位啊？头家就是我本人。哎，我本人。你头家？你唱甲遮清风，看袂出来。你当时开咖啡店嘛？你都无甲我讲。我多啊，而且爱做足侪项无共做，而且会当辛苦。哦，你为一开始到即摆，你已经有3个身份啊咧。而且你有咖啡店，你去硬要甲我拖去山顶。对啊，这无冲突啦，无冲突啦。有过分啦！既然讲这间店是你的，你一定知影这图唱伫对嘛。OK。哎啊，头前个客就升起来。开杠者啊。遮有3个保护区，咱做阵枯条的，所以遮无多安那，无法度开工厂，无法度做加工的，袂使，佮无法度饲羊啊饲迄个，袂使做畜牧，袂使做去别。惊污染安尼。什么拢袂使。对，所以咱家使正常行情。另外一个就是服务业，跟餐饮业。哦，靠，做假的啦。对啊，做假，做假的人就拢无咧吃外口啊。咱家己煮啦。系，拢家己煮。啊，无生意。大家拢有识做，拢无咧。对，所以咱等来了后就开始咧想讲，到底要安怎甲这亲人佮叫倒来。哦，就想在大日头前开，啊，你即马嘛有哦，就是甲这老厝拢翻新了，啊，佮互少年人落。
做一寡较生行的物件，佮吸引愈侪少年人。对呢，安尼，安尼愈看我感觉你愈像一个人。像你要摇看下无？引导的吗？名称哦，应该是真引导啦。真老嘿像啊，像啊！你是要讲我啥？感觉像马哥医生，哎呦，因为伊嘛是甲外口新的物件带入来遮，啊改善大家生活，互大家生活更较有活力。我感觉你即摆咧做的代志，甲马哥真相像。讲我含妈啊，个医生相像，迄是差小远啦。毋过真咸鱼啊嘿啊，看你再甲我讲话好，OK 啊。这巴肚哦，我送你，免吹，真好。真好，就伫这。嗯，你就一直唱的是固定啊。哪知都给敲敲。好，家长你莫甲我敲哦。歹势甲你敲，若搁较小我就甲你敲身躯啊。哎，安尼有啊啦，四百度拢有啊。哦，安尼就是后一关的线索。钢管社区发展协会，嘛是咧，嘛伫左顶。紧紧啊吗？紧紧啊尔。即摆市场找着啊，嘛是爱找这个所在伫倒。是啊，哎，哎，阿成，你看，啊，唔着这发展协会，等，是真小像啊无？是啦，应该是内底哦。啊，无咱应该来看卖。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哎呦，找几百波，哎，对啊，哎，高啊嘛，你赶快欢迎，哎，他们在关注你家，不可能吧？你我你卡这关的关，嘛？你关注吗？真假也传咯你敢是关注？哎，阿狗你甲阮带路呢？再会哈，阿狗。哎，无这卡哦，以后关注无这卡，唔是人哦，有可能。哎，等，阿文你先较细声的。什么啊？你敢有听到什么声？什么声？这刚是人咧演奏。有较少人有咧下弦的声咧。下弦啊！哎呀，你袂晓？我还无讲，你无讲。应该是只内底。好啦，菲你这嘛找无人。到时来，讲哪里的话？哎，开一旁头看。对啊。应该会使个对吧？